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是2021年的12月22号。今天的经文是路加福音第1章46节到55节，弥迦书第4章第1到第5节，以弗所书第2章11到22节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上帝的一家人。有一首诗歌名字是我们成为一家人。台语的翻译是咱拢真做一家人。歌词这样写道：我们成为一家人，因着耶稣，因着耶稣成为神儿女。我们成为一家人，因着耶稣，因着耶稣成为神国的子民。是的，因为耶稣我们能够成为神国的子民，也就是说我们要成为上帝的一家人。这个目标其实是非常不容易达成的。因为就如同弥迦书第4章第3节的经文所说的，他要解决民族间的纠纷，排解列强的争端。他们要把刀剑铸成犁头，要把枪打成镰刀。国际间不再有战争，也不再整军备战。上帝要解决民族之间的这个纷争。换句话说，这个世界国际间将不再有纷争，也不再有战争。事实上是非常困难的。我们看中东也好，或是一些集权的国家对周边的国家有那种企图心，像中国还有像俄国这个都有很难去让他们和平歌词提到说，我们成为一家人，因着耶稣，因着耶稣成为神儿女。在这个里面提到的3件事我们要来谈的。第一个是我们，也就如同弥迦书所说的，是众人，是所有的人，是人与其他的人，我们说人跟人的关系。然后这个人的关系的和好，关键是不是因为和平的协议，而是因为耶稣基督。就如同耶稣基督在新的诫命里面要求他的门徒和基督徒说的：你们若彼此相爱，众人因此就知道你们是我的门徒了。又如同保罗他所说的，因为我们做仇敌的时候，且借着上帝儿子的死与上帝和好，既已和好，就更因他的生得救了。不但如此，我们既借着我主耶稣基督得与神和好，也就借着他以神为乐。借着耶稣基督的降生，我们可以跟上帝和好。罗马书第5章第10到11节，耶稣基督是人跟上帝和好的一个关键，也是人跟上帝和好的唯一的管道。这样的和好的目的是为了人要跟上帝和好，或是说耶稣基督的降生是为了人跟上帝的和好，要为了让人能够进入上帝的家，成为上帝的一家人。也正如同耶稣基督告诉门徒的，他说：你们心里不要忧愁，你们信神也当信我。
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，若是没有，我就早已告诉你们了。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。我若是去为你们预备了地方，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。我在哪里，你们也会在哪里；我往哪里去，你们也知道。那条路你们也知道。这是约翰福音第14章第1到第4节的经文。弥迦书第4章第4到第5节就这样子的提到：人人都要坐在自己的葡萄园中，在无花果下享受太平，没有人会使他们恐惧。上主万军的统帅这样应许了。虽然列国都膜拜并顺从他们自己的神明，但是我们要敬拜上主，我们的上帝，遵从他的旨意，直到永永远远。以弗所书第2章的经文提到的基督徒要在基督里面合而为一，特别这是指的犹太人和外邦人之间，从这个来思考基督徒跟非基督徒。犹太人基本上其实是非常排斥外邦人的，但是呢，在救恩里面是没有分彼此的。保罗他好几次提到福音是从犹太人到希利尼人，每个人都应该是一样的。以弗所书就是在强调，我们无论属于哪一种民族，在基督里，我们必须要能够和平的相处，要借着主耶稣基督十架的恩典，终止那种敌对的形态。基督亲自把那个和平赐给我们，他使犹太人和外邦人能够合而为一，以自己的身体推倒了那使他们互相敌对、使他们分裂的墙。他废除了犹太法律的诫命规条，为要使两种人借着他的生命成为一种新的人，得以能够和平的相处。借着在十字架上的死，基督终止的这种敌对的形式，借着十字架使两者结为一体，得以跟上帝和好。和好这件事情正是耶稣基督降世的目的，他要传和平的福音给所有的人。这也就是在耶稣基督的大使命当中，他所交代的，就要去使万人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。以弗所书也告诉我们，借着基督，不管是犹太人或是外邦人，我们都能够在同一位圣灵来到天父面前。这样看来，你们外邦人不再是外人或是陌生人，你们是上帝子民的同胞，是上帝一家的人。我们都要成为上帝一家的人，让我们一起加入，一起努力吧。我们要一起来读诗篇113篇，要赞美上主。上主的仆人啊，要颂赞，你们要颂赞他的名。上主的名应受颂赞，从现在直到永远，从日出到日落之地，上主的名应当颂赞。
上主统辖万国，他的荣耀超越诸天。谁能跟上主我们的上帝相比呢？他住在至高的地方，但是他俯首垂视，观看诸天和大地。他从尘埃里提拔穷苦人，他从粪土中救拔贫乏人，使他们得以陪伴王子，得以跟本国的王子同坐。他使不能生育的妇女在家里受敬重，赐他儿女，使他喜乐，要赞美上主。求主让我们能够得到福分，让我们能够因着主耶稣的恩典，得以与人和好，也透过这样子能够跟上帝和好，使我们能够蒙恩进入他的家，成为一家人。献上满心的感谢，奉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